今日母親節，嚟到尖沙咀加拿芬廣場3樓去食一間韓國自助餐，揀咗食120分鐘嘅時段。餐廳今期主打係甜玉米節，呢度都仲有好多款即製嘅熱食，有韓國鰻魚燒、卡邦尼意粉、牛骨湯麵等等嘅食品。見到有醬油蝦、醬油蟹、醬油八爪魚，未食都覺得好鮮味啊！又有青口啦、炸物嘅食品。如果唔食醬油蟹，都有其他蟹可以揀㗎，仲有辣年糕、即炸即做嘅果汁，又有雪花冰、韓式炸雞、粟米湯炸薯條，又有自助嘅韓式麵檔，自己煮麵同埋可以自己配料嘅。花茶呢都有10款啊，又有啤酒。呢度仲有朱古力噴泉，可以呢將雪條蘸咗啲朱古力醬，然之後先食，都好好味噶。小食又有一啲糖啦，同埋爆谷。呢度呢見到又有炸魚餅、粟米湯味嘅炸雞、玉米芝士薯條、炸花蟹等等嘅食物。呢度餐廳呢係由韓籍廚師主理噶，食物呢都有150款以上，食材用料呢有90%都係嚟自韓國噶，可以將韓國嘅味道帶到嚟香港啊。另外呢都仲有一啲韓國嘅餃子食啊。見到都有香港點心同埋辣炒年糕，另外有啲韓國嘅街頭小食，其中就有魚糕串。呢度啲湯呢就有韓式牛骨湯、酥皮湯同埋人參湯，仲有一啲生菜呢可以包住一啲肉一齊食噶。呢度有其他款式嘅果汁飲啦，同埋一啲泰國嘅奶茶，仲有鮮榨嘅果汁，係紅蘿蔔橙蘋果汁啊！有好多韓國嘅傳統熟食，有鮑魚粥、蒸蠔、蒸蝦、燒牛、燒肉拼盤、五花腩嘅食物。鍾意食韓式拌飯呢，都有10幾款嘅拌菜小食，又有煎蛋啊！呢度主打嘅醬油蟹、醬油蝦、醬油八爪魚，淨係食佢哋都已經回本啦。啲沙律菜呢都好新鮮。甜品呢都仲有好多嘅蛋糕同埋 cookie， 壽司呢又有日式同埋韓式嘅壽司，有三文魚、吞拿魚、蟹肉卷、牛油果壽司同埋各種手卷，真係眼花繚亂啊！如果想自己煮下麵呢，都可以喺呢個韓式嘅自助麵檔嗰度自己煮下麵，配下醬料。配返個炸醬啦、芝士同埋泡菜。
啲食物呢真係好多款啊，喺2個鐘裏邊呢都唔夠時間食齊啊，唯有下次再去過啦。